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伫礼拜开始进前，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伫即个旧历年的年尾时，阮回想过去一冬，主你安怎用恩典款待阮？互阮领受你所赏赐的平安，经历过几年。主，你是万权能的上帝，是阮拄着患难的避难所。你对年头到年尾，对日出到日落，你拢保守阮、照顾阮，引带阮头前的路站。我们要因为安尼来献上阮的感谢。主，你的恩典讲袂煞，阮只有将阮本身奉献予你，来回应你的恩典。阮求主，你伫新的一冬继续带领阮，找见阮，成做你的器具，用阮的服侍，用阮的见证。来荣光你的性命。是阮的主，阮特别将今早起的礼拜，仰望伫你大权能的圣手，求主亲自引带、保守看顾。你用圣神带领所有服侍的同工，无论是献诗、司琴、司会、同工信息。主，你拢教阮三甲二地，互阮做美好的服侍，来荣光你的性命。主，阮特别感谢你，是111当前设立双联教会，互阮会当伫遮享受甲你亲密的沟通，以及兄弟姊妹彼此的扶持相听。主，阮也知你设立教会的目的，毋是简单安尼。你也要互阮透过阮生命的见证，互更较侪人认捌你，成做即个社区、即个城市、即个国家的祝福。阮恳求你继续引带阮头前的路站。今日伫礼拜结束了后，阮也要进行会员合会，思想过去一冬你所带领的恩典，也检讨阮有做无够野的所在。阮求主你引带保守，互整个合会顺利完成，也互阮展望新的一冬。爱安怎去做，才会当满足你的心意？是阮的主啊，阮也特别将阮的国家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互新的执政单位会当有好的政策，互百姓安居乐业，也兴起台湾的正教会。正教会接受主你交代阮的使命，伫台湾大家乐做工做盐，来祝福万百姓，互所有阮的同胞会通自由来敬拜你。是阮的主，阮也看见着这个世界依然充满纷争，有真侪邪恶的事继续咧进行。主，阮承认阮的罪过，求你怜悯赦免阮，也赏赐公义平安，互这个世代。阮知影阮安怎做，才会当符合你的心意，会当互阮所徛起的这个世界，成做一个平安的世界。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
生阻碍，伊无叫咱所犯罪过款待咱，无叫所犯的过失无影浪。我心我如主，我若想主心了。因为万米拢出伫伊，我靠伊，归伫伊，愿伊得到荣光，直到永远。阿免。咱三甲吟诗来学乐上帝，圣诗201首，救主疼痛的声。圣诗201首，救主疼痛的声，请会众起立来吟。
请坐。咱同心压头来祈祷。上主啊，只有你是上主，你创造天顶的天，甲天顶的万象，佮创造地，甲地上的万米，海甲其中所有的。你想赐生命互万米，天君嘛敬拜你。你算星辰的数目，一粒一粒甲因号名。你也斟酌算阮的每一支头毛。你对阮的疼痛甲关心，超过阮的想象。你是慈爱的上帝，你的本性就是疼。阮的主志大，有大气力。你的智慧无穷尽，你扶持卑微的人，甲歹人拍倒伫涂骹。阮要用感谢，你唱歌、弹琴唱歌，学了阮的上帝。除非上帝，阮的时会经历到神迹奇事，加添阮对你的敬畏甲信心。总是真侪时阵，阮无即种特别的经历，看见别人的奇妙见证，会心酸，甚至有一点怨妒。帮助阮常常算你伫阮生活中所失落的恩典，就亲像你要互阮有勇气拒绝去做无适当的事。互阮有疼心去送人一杯凉水，互阮有感动来替别人祈祷，互阮有时间来做礼拜，有温事来服侍教会，互阮伫工作场所尽心尽力来贡献。你阁互阮有耐心陪伴人加行一里路。互阮有机会，甲人用忠实、无虚夸的方式分享福音，以及你所赏赐互阮的各种的恩典。阮发现，在滋养阮灵魂活命，支持阮继续军队主耶稣基督的主要因素，有可能是这的数额真多，但是真容易忽略的小小恩典，求你赏赐阮明辨的智慧，互阮知，伫无共款的境遇，阮着祈求什么款的恩宠，帮助阮伫礼拜中体会到阮甲你的连结，阮伫你的内面，你也伫阮的内面，亲像树枝连伫葡萄树一样，互阮结出侪侪的果子，包括圣神的果子，以及引带人来信主的果子。主，阮的上帝，阮所祈祷的是无够额，但阮要用你所教示你学生的祈祷文来祈祷讲，阮伫天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成，你的人心就如你，阮的日子来到阮，下面阮的保护，请阮下面各方人，我哋所盼的日子，有阮的爱，因国万民因各拢是你所代代进，阿门。
咱三甲来交读经文。今日经文是伫圣诗后边第48面经文第25篇，也就是诗篇121页。我来客会众来用。我要举目望山，我的帮助是对耶和华来。伊无要互你的脚摇掣，保守你的是耶和华。日时太阳无上你，耶和华要保守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守你。即马咱教会圣歌队要用诗歌来引带咱的敬拜，因所要吟的诗是哈利路亚，吟诗而乐。
咱将一切荣耀归伫上帝。咱三甲来领受上帝的话。今日有2节的经文，第一节是提摩太前书第6章12节，我要用现代台语译本来读。信仰的美好竞赛，着尽力去拼，着确保永远的活命。为着这个活命，六受警调，伫真侪见证人的面前。宣认美好的信仰。第2位的圣经是《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毋过圣神临到恁的时，你会得到能力，伫耶路撒冷、全犹太、甲撒玛利亚，直到天边海角，为着我做见证。今日本堂蔡牧师所要带予咱的信息是教会第4讲见证的团体第2讲，请大家准备心来领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顶礼拜牧师有甲大家分享，教会应该是一个见证的团体的第1讲。咱顶礼拜有讲起着为什么要做见证，有2个真重要的理由。第一个理由就是讲，做见证是主耶稣基督的命令。咱拄则所读的第2段经文，出伫《使徒行传》。这是耶稣基督予咱一个真重要的使命，爱去天边海角为伊做见证。所以这是主耶稣基督的命令。另外，传福音是教会的一个使命。宣传福音上界有效的方式，就是咱的生命有见证。所以这2个理由，咱爱做见证。要见证什么？咱顶礼拜有提起到，爱见证3项物件。第一项就是上帝奇妙的作为，特别咱要过这个旧历的过年，而且年尾的时阵，咱详细去回想上帝伫过去一冬久安怎用恩典好款待咱，安怎赏赐咱有迄个恩典。超越过咱所拄到的困境，所以咱来将伊分享出来，来成做见证。第2项，除了分享上帝奇妙的作为以外，咱上界重要爱分享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因为这会带予人极大的祝福。咱对未信者分享。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是会当挽救一个灵魂，互伊得救。第3项，咱来分享见证是圣神伫咱生活中间所带来的能力，因为咱有圣神甲咱三甲伫地，咱就充满能力的凡事，拢会当成做。上帝的见证，这是咱顶礼拜所分享的。咱这礼拜要继续来看，做一个见证的人，咱应该有什么款的条件，以及会当用什么款的方式，以什么款的场合来做见证。咱领受上帝的话，之前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愿感谢你的恩典。你常常透过你的话，成做阮生命的帮助。特别你的话激励阮，互阮成做有使命、有愿望的人。你的话也充满气力，互阮伫生活中间会通借着实践你的话，互阮的生命更加丰富。主，这是阮要
来领受你的话，恳求你帮助阮有智慧来明白你话语的奥秘，要透过你的话得到快乐，将你的话实践伫阮的生活中间，来荣光你的圣名。我来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伫分享做一个见证的人，爱有啥物款的要素进前，牧师要甲大家来分享一个有效果的见证。咱睇，毋是每一个见证拢充满快乐，充满快乐的见证有几个真重要要素，爱大家明白。第一项，牧师要分享的就是讲，咱咧分享见证的时阵，爱讲事实。一个好的见证，无需要加油添醋，不要加油添醋，将事实来讲出来就好。有人为着要互伊的见证较活泼、较生动淡薄，往往将见证故事化，编入一寡无符合事实的剧情，安尼就无符合为主做见证的原则。为主做见证的原则就是爱事实、爱诚实。咱将咱所感受到的，对咱心底来分享出来。这是第一个真重要要素。第二项，咱来明白，见证的中心应该是上帝的恩典，毋是要高举家己，毋是讲我对什么人得到帮助，毋是要强调家己有偌好运，是要强调上帝的恩典，伫咱的欠缺中间教也咱用。这是第二项，爱将见证的中心放伫上帝的恩典顶面。第三项，咱咧做见证的时阵，爱考虑到别人，爱有同理同情的心。见证袂当建立伫别人的痛苦顶面。比如讲，有人见证讲隔壁火烧厝无烧着阮兜，这都毋是真好的见证。别人的痛苦，咱来提出来讲长讲短，这无真好。见证是爱有同情同理的心，所以咱讲事实，高举上帝的恩典，佮爱同情同理，安尼就当做一个真水的见证，就当影响到别人，就当祝福到别人。所以接下咱来看，咱要装备家己，叫做一个见证的人，咱应该爱有啥物款的条件？咱讲教会是见证的团体，教会就是你，就是我。所以咱每一个做见证的人，需要有几个真重要的要件，这帮助咱做有快乐的见证。第一项就是咱爱常常甲主耶稣基督结连。咱爱知见证就是信仰所结出来的果子。如果常常要有果子，就爱甲主耶稣基督结连。咱看约翰福音书15章第5节，主耶稣讲：“我是葡萄树，恁是树枝。迄个常常甲我结连的，我也常常甲伊结连，的确结真侪果实。因为无我，恁就啥物也袂当做。”意思讲，咱若无甲主耶稣基督结连，咱无一项代志当做，包含见证。而且，咱爱知。要结出美好的果子，咱常常有一个误解，就是讲咱必须要真拍拼表现，真用心做工。其实第一个要素毋是安尼，咱知影果子要生了好，上界重要就是果子爱甲迄个树丛结连做伙。毋知大家敢有种过果子树，还是去观察果子树生长的过程。我有一当我伫学生中心服侍的时阵，
带学生去尖石乡的镇西堡，遐斗相共做一寡工课。阮拢笑讲，阮是去做水蜜桃的品管，品管就是看迄水蜜桃若较无好看，阮就摕起来食，好诶来慢落来所以迄在场慢的即个水蜜桃是非常好食。我一工拢食7、8粒人拢叫我佚佗人伫咧挽这水蜜桃的过程中间，我就甲当地的即个做事的原住民伫遐分享。我讲恁的水蜜桃实在品质足好，真好食因就讲水蜜桃比人较聪明啦人爱做真济代志着磨真济较有一寡成果。伊讲阮的水蜜桃伊拢毋免做啥，伊毋免伫遐拼命工作还是安怎？伊只要吊伫遐就使吊伫遐甲树丛结连做伙，树丛就供应即个水蜜桃营养，互伊生了真好。所以果子爱结连伫树顶，自然伊就带来真芳佮甘甜的果子。伊只要持续甲树丛结连做伙，咱看这果子树，就想着咱的生命。咱的生命之所以会当成熟，会当发出香味，会当甲别人分享，会当做见证，毋是靠咱的努力、咱的力量，一直打拼，一直想要做啥物。上界首要的工作，就是甲主要所基督结连做伙。亲像这段经文所讲的，果子甲即个树枝甲树丛结连做伙，就当生出美好的果子，而且是不断生出美好的果子。所以，咱咧做见证，嘛毋是讲30当前、20当前的见证，因为咱甲主要所基督结连做伙，所以咱每一工拢有新鲜的见证，会当分享出来。树枝甲树丛结做伙，果子就会当甲树丛有一个交流。这交流就是营养的供给，会当结出品质美好、产量真济的果子。咱的生命若常常甲主要所基督结连，就常常会当结出美好的见证，来荣光上帝。这是第一项爱注意。第二项，咱也爱明白，咱要做见证，就需要有信心所带来的能力。所以第二项就是爱挖靠信心的大观念。咱拄则所读的第二段经文，主要所基督互咱一个使命，爱咱去普世。对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甚至到天边海角，为伊做见证。这是咱的使命，但是主要所基督无难讲，你是靠你家己的能力去做，毋是讲安尼，伊是讲圣心临到恁的时阵，恁就充满能力，咱就有这款的能力去天边海角为伊做见证。咱来明白。若无圣神的能力，咱所做的真有限。但是圣神充满了，咱就充满做见证的能力。我始终期待，咱伫圣灵教会的这个讲台顶面，每一个传讲信息的牧师、分享见证的牧师，拢是被圣神充满，会当将迄个真实我的见证。甲大家分享，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嘛是同款，拢爱祈求圣神，甲咱三合地地，互咱充满能力，为主做见证。佮第三项，要做一个有效果的见证，就是这见证的人，爱对别人的得救有热切的心，伊爱将别人的得救当做家己的责任。
这种人伊会对别人的需要真敏感，伊也知只有耶稣基督会当帮助伊满足因的需要。圣经安尼来讲，我兄弟姊妹啊，因中间若有迷失来离开真理的人，有人爱将伊找回来。你也知，迄个互迷失的罪人回头的人，会将罪人的灵魂对死内底抢救回来，互真侪罪得到赦免。所以你要明白，咱勇敢去做见证，其实是抢救灵魂的一件真重要的工作。咱若会当互迷失伫罪内底的人回头，是将伊的灵魂对死中间抢救回来。咱来明白，咱每一个人拢是罪人，若无耶稣基督所带来恩典，咱的终局就是永远的沉沦。相反，因为咱明白耶稣基督，虽然已经得到这个得救的确实的标准，咱就爱将这款的见证分享出去，来抢救遐个也未明白耶稣基督的人。咱内心爱真心对别人有负担，真心疼别人，真心期待伊会当明白耶稣，会当通过耶稣来得到拯救。有一款热切的心，咱就有迄种动力去分享咱的见证。所以，咱常常甲耶稣基督结连，包括圣神的大观念。佮对别人的生命有负担的时阵，咱得当成做一个真好的见证人。接下，我需要甲大家分享见证的方式。其实见证的方式有百种，我只是做几项重要的见证的方式的提醒。第一项，我需要甲大家分享的就是，咱会当用咱的言语来做见证，因为言语是上较清楚传达的一个工具。咱透过言语来分享，用言语来讲上帝的美好、上帝的恩典。特别最近其实这几天来，咱教会有设立这个传播委员会。传播委员会一直咧找这个要拍片录影的题材。其实上介好的内容就是信徒的见证。咱看传播委员会所拍的见证，虽然短短但是拢是真感动人。如果你若有心要分享见证，咱咪当来接触传播委员会的同工，咱将咱的见证用语言来录起来，透过即马网络的传播，咱互真侪人得到祝福。所以咱当用语言来做见证。如果你若认为你口才无好，你咪当用文字来写落来，因为文字是真好的工具。咱手中拢有公报社出版的这个经心这个周刊，内底拢是每一期拢是真侪人的见证，这个见证拢真感动人，是真好的分享福音的工具。咱看见到，其实咱的圣经就是一本一本的见证。圣经的作者因用文字将因体验的上帝的作为甲能力记载落来，特别有亲目睭看见耶稣基督的，这人因就写了福音书。咱若详细来看路加福音书的序论，就是第1章的第1节到第4节。路加有讲伊为虾米要写这本册？伊讲有真侪人将事写作。报道伫咱中间所发生的代志，就是报告耶稣基督的代志。伊讲，因的报道是根据遐对开始的亲目睭所看见的这个事，就是因将因的见证
亲目睭所看到的见证来记录落来。但是路加感觉因写了无真按照顺序，所以收集这资料，对头到尾来详细来查考，按照迄个顺序来向要看路加福音书的人报告，目的是要互咱知，咱所学习的道是正确的。所以写了路加福音书，佮写了使徒行传，互咱明白早期使徒因所做的见证。今仔日也深深来感动咱，所以你会当将你的见证写落来。我会记我有一个经验，就是有一遍咱总会有一个出版的杂志叫做《新书架》。新书架伊每一档的这个圣诞节，伊拢会出一个圣诞的特别的刊物。这刊物除了分互这个大专学生以外，佮特别有去甲家教的所在，分互这个家教的这兄弟姊妹受关家的人看。我会记有一遍，我伫礼拜日有分享一个见证。因的主编有听到，就甲我联络讲，我敢要咱将这个见证来写落来，来编入去2019年的这个圣诞的特刊内底。我就我若真愿意，我就将我这个见证写落来，就放伫迄期的圣诞特刊。结果过无偌久了，我嘛毋知这篇圣诞我的见证够有人看。过无偌久了，这新书架的杂志的社长寄一个讯息互我，其中附一张卡片，相片，一张相片。这是一个国家的兄弟所写的。伊讲有接到因的圣诞特刊，但是迄圣诞特刊无够啦，所以因就是一个人看了，就传互后一个人，二传较人会当看了，所以分了无够。伊讲有看到其中有一篇无啥会记内容，但只会记即讲是上联教会牧师写的。所以伊讲伊想要搁来讨一本这圣诞特刊，伊想要去看。然后伫即个培训顶面分享伊伫家家内底信主、受洗礼，甲伊的心中的感想。其实我嘛无想到讲，我所写的一篇见证，会当应用到即个人。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用文字写来有特别的作用，伊传播嘛会当到四位去落。特别我要鼓励咱中间的时代咱这长辈，你要将你生命的见证来一篇一篇来写落来，做你的传家之宝。这的见证留伫你的家庭中间，以后时势摕起来看，咱的信仰过程是安怎？会激励因跟对咱的脚步。所以咱要一篇一篇来写落来，是真做咱时势的祝福。所以用文字做见证是相当有规律的。除了用言语、用文字做见证以外，上界重要的是，每一个信徒爱用咱的生命来做见证。咱的生命是上界好的见证，因为咱来理解，真侪袂捌咱的信仰的人，拢是对咱的生命的见证来明白这个信仰。咱的牧师讲过几啊遍，那一个未信者伊来到咱的教会，来到咱做的礼拜，伊是咧看啥？伊咧观察讲，咱的礼拜的情形是安怎？因为你要理解，普通的未信者因为别种信仰宗教，因去因的寺庙，去因的圣殿咧
拜神的时阵，这种态度是非常敬虔的，唔敢清清菜菜，非常敬虔的，恐惊做唔到啥物货，所以是用这种真敬虔的态度来拜上帝。咱常常咧批评讲，人拜是假神咱拜是真神。但是当别人若来到咱的教会，当然咱教会真好啊，大家拢真认真咧礼拜。但是若确实伊若看到讲有人咧拄久有人伫遐咧耍手机有人咧看什物杂志、看周报，安尼讲，你咧拜真神拜到安尼，就无比阮拜假神拜较敬虔。所以，咱来理解，别人来到咱的礼拜的时阵，是咧看咱的敬拜上帝的态度。但是，别人伫外面的时阵，是看咱生命的见证，看咱信仰所表现出来的言语甲行为，通过安尼来明白咱的信仰。所以，咱伫教会外面的时阵，爱做好的见证。因为用生命所做的见证是上较有气力的，所以咱用语言、用文字、用生命做见证。最后，牧师要甲大家分享，就是咱应该伫什么所在做见证。其实每一个所在拢会当做见证，但是我感觉有几个真重要的所在。咱会当特别注意，第一项就是伫咱的职场，咱伫职场中间，咱为上帝做见证。咱来明白上帝安排咱伫这个所在工作，一定有伊的意思。伊袂清清菜菜，互人找到这份工作。咱信仰的前辈加利文，伊讲。所有的工作拢是神圣的，无迄个世俗的工作。每一个工作拢是会当来祝福人，会当来荣光上帝。所以基督徒若会当伫各行各业中间，会当为主做见证，安尼咱会当转化这个世界，转化这个社会。伫这场做见证有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你要尽忠职守，做好你的工作。咱常常将耶稣放伫咱的喙，叫咱的工作做哩哩啦啦，无负责任，无将工作做好势，安尼人袂相信。所以咱对伫咱工作爱用心，爱尽职，尽咱的气力，将工作做好势。安尼人就知影你的信用对你的工作有偌尼大影响。第二项，咱伫工作顶面会当建立真侪关系。你做生意的会当接触客户，你上班的会当有同事同僚，这拢是关系，拢会当帮助咱将福音传出去。你也咧读册，你有同学有老师，你会当关心伊。找机会，甲因建立一寡好的关系，可能爱开一寡时间，甚至爱开一寡费用，但是这拢是真有意义的。邀请因来教会，也是邀请因来小组，伫这个过程中间，甲因分享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伫这场中间是真好做见证的所在。第二个真重要的，就是咱的家庭。家庭是咱上界重要爱做见证的所在。厝内底人的得救是咱的责任，特别是咱的细囝，趁着咱也会当影响因的时阵，就为拍了真好的信仰基础。这是会当带互因一生的祝福。咱无可能一世人拢陪咱的细囝，但是咱会当为因做这项代志，帮因建立迄个信仰的基础，因着一生领受祝福。
咱中间可能有人路尾较信主的，厝内底只有你是基督徒，安尼你搁爱搁较认真来做见证，用好的行为，互厝内底的人看见你的改变，就安尼会当引出因来认捌上帝。当然，伫家庭做见证是上界好的方法，但是也是上界困难的所在。因为咱常常将脾气拢发伫咱上界亲密的人身上，有人伫教会内底亲像天使，等于家庭的另外一个模样，安就真无好。所以伫家庭中间，咱爱真实做好的见证。第三，就是伫教会。有人讲伫教会为什么要做见证？伫教会做见证，会当带来一种效果，就是彼此激励。咱看每一遍受洗的兄弟姊妹，因所写的见证，也是讲因所拍的见证，拢是非常感动人。每一遍咱参加圣礼典，有人洗礼的时阵，就是咱重新反省咱信仰的时阵。咱也会记得，咱过去嘛有一遍徛踮伫上帝面头前，来回应牧师所问你的真理。咱搁一遍甲上帝定心立约，定心愿意用咱的生命为伊做见证。那每一个人常常有见证，咱的教会就充满了新约基础，充满了上帝的恩典。咱透过见证彼此来激励。教会是一个见证的团体，咱每一个人拢有责任，愿上帝帮助咱。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你透过你的话，搁一遍激励阮。求主，互阮常常甲耶稣结连，我靠圣神的大开力，对别人的生命有负担，阮真实成做一个做见证的人。求主帮助阮，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三角来吟诗回应上帝的听。圣诗301首美调，求主带我甲你同行，咱起立来吟。
请坐。今晚咱准备心来奉献。起立来做奉献的祈祷。主啊，感谢你恩典的赏赐，让阮通过金钱的奉献来参与你的事工，祝福接纳，并且纪念阮每一位所献上的，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请坐。咱即马三角来关心教会事工，咱来看周报第4面。本周特别事工，今仔日伫礼拜了吼，马上要召开2023年的好会，请大家留落吼。伫会中要选派2024年度教会经常会的检讨委员，若是有囡仔伫九楼的联谊厅有安排专门人来照顾儿童。
第二，集体关怀本会会友黄秀杰兄弟伫1月21安孝主怀，已经伫2月7日举行告别礼拜，请兄弟关心，愿上帝安慰为主。本会会友王道瑞春牧师娘伫1月25安孝主怀，定伫2月7日，明仔载拜一，早起7点半伫第2殡仪馆景永楼2楼至善一厅举行入殓告别礼拜，请兄弟关心代祷，也愿上帝安慰为主。第3点是农历春节过年的时间，2月7、8到14是过年的假期，有甚物代志，请直接联络值班的联牧师电话看伫周报。第二，除夕围炉家庭礼拜的停事单放伫10楼走廊的桌顶，欢迎兄弟来摕转去用。第3，新庄全家全家福感恩礼拜，时间是初一拜六早起10点半，伫10楼的礼拜堂。伫礼拜中有邀请友姊参与献唱，咱就来吟诗。假使你若是要参加，请你伫10点伫10楼礼拜堂来练唱。另外，也欢迎兄弟以小组或者家庭为单位来参与诗歌分享。请今仔日中昼以前，郭怡勋干事来报名。后主日就是初二，早起的礼拜有4场拢要合并做一场，伫早起10点半，伫10楼的礼拜堂来举行。迄天的直播以及翻译拢暂停，成人主日甲儿童主日也暂停一摆，请来注意。第5，释教111周年灵修激励会，举行的时间是3月7日，也就是拜六早起9点至12点，伫10楼的礼拜堂来举行。讲员是郭兆新牧师，伊的主题是宣传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好，报告以上，即摆咱请牧师来做牧养的代祷，以及介绍今仔日的新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来介绍今日第一遍甲咱做伙礼拜的新朋友。第一位是黄英山兄弟，黄英山，应该是咱古早的经济部长古早经济部长。第二位是蔡主路牧师专家。第3位是黄碧山姊妹，第2组的。第4位是倒美丽姊妹甲3个因3个囡仔。好，顶面特别要来感谢教会协助。迄个老中年先生的个别礼拜其他到第一遍来甲咱做伙礼拜兄弟姊妹，若无请咱遮贵宾等下礼拜结束了，会当去甲咱的贵宾室，互咱做进一步的交代甲介绍。牧师大家提醒，等下咱礼拜结束。祝到了后，咱游玩节的将迄个电乐结束了后，咱就要来准备召开咱的会员合会。所以请会员游玩就电乐结束了游玩节的咱就要开始来点名，开始来开会。这时阵咱同心来祈祷。
求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伫过去的一冬久保守看顾阮，阮领受你极大的平安。伫新的一冬，阮恳求主，你继续教阮三甲之地，引带阮头前的路站，互阮会当哪来哪合你的心意。伫阮的肢体中间，如果有人身体软弱的，求主亲自医治；有人心神忧伤，求主亲自扶持；有人失了亲人的，求主你亲自安慰，也互阮看见你要赏赐阮永远活命的愿望。求阮的主啊，阮恳求你保守看顾阮所有的兄弟姊妹，互阮伫这过年的时阵出入拢得到平安，也伫新的一冬充满快乐，继续为你做工。阮特别也将今早起来到阮中间，甲阮礼拜的新朋友，拢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亲自赐福保守。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也起立，咱同齐来吟所要念的诗，新圣诗402首，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听痛，圣神的感动扶持甲相通，常常甲恁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热岛社温享受车客。
请咱议员坐地吼，安静吼。何会手册？何会手册？